為咗咩嘢？師傅，我練武係希望日後可以滅絕貪腐，為武林除害。好，依家就等我傳授你呢一本廉潔真經。暮雲盛遊，加強為全球反貪機構提供專業培訓，由以往為個別國家嘅反貪機構提供點對點培訓，轉變為全球區域板塊模式，用同等嘅資源，令區域內多個國家嘅機構一同受惠，提升資源運用效益。滅貪雙劍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以及其他國際機構一齊增強打貪力度，共築成果。墨香結連，同各路反貪英雄簽署合作備忘錄，攜手推動廉潔文化。同盟反腐作為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嘅全球反貪盟主，號召全球各地反貪力量推廣以及促進落實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學識廉潔真功夫，方為大師傅。